高端公司主动公布疫苗采购的计数，平均一档是840块。有人推算讲自济买的 BNT 大约一档是630块，认为讲高端疫苗卖了上过贵咯。有人质疑讲高端疫苗公布计数的时间，到伫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甲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见面以后，质疑讲有政治的考量。 高端公司3日公布高端疫苗的计数，每档840块左右。但是外界估算自济买 BNT 疫苗的计数，每档630块左右。这期高端疫苗是买了伤贵。630，我不知道它的所本为何了哈。但是那个数字是错的，好，那实际的价格我不能讲。事实上高端没有买贵。 针对高端公布计数的时间，就伫施瑞元顶个月27暗时拜访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竞选总部了后，引起外界联想，是毋是有咧拜访当中讨论过才公布？施瑞元强调，公布计数是高端公司家己做决定，指挥中心无插手。既然高端自己公布价格，本席认为合约保密应不再适用的啦。你认为呢？ 他自己公布价格，就那个部分的话是不再适用。那其他还适用？但是其他他没有公布。因为你整个采购。另外，目前快台试剂库存量也有1.3亿剂，有在野立委认为库存量伤济，应该开放予更较侪对象会使免费领。施瑞元表示，这部分会使研议，估计2礼拜了后会有结果。记者郭文达报道，台北报道。